去领上。林妹妹，好妹妹，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。妹妹，大兄弟，大娘，你要稳重一点呀。是啊，林妹妹，今天真是从古到今，天上人间，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！林妹妹，妹妹。换一条飞大米菜，天下平里问书啊，不约谁大茶的，从今巧女娇艳满身。到论水给的这一步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做套理？妹妹，大兄弟，我今郎应该奉为君，今大的新娘期待着，你独身关系少自杀，在怨在问莫团聚。老祖宗都是为你好啊，大娘，东家人来自一对。你说我是你倒真傻你，我把我的媳妇交给了他，还能对他不问我与他敬他都来不及。本是该去的把你个造化做鸟大娘，我的愿你俩相亲似病到白头，虽然是父母之心我不那还有什么？大娘，来。大娘，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，这都是为你好啊！我知道了，这就好了。妹妹，
虽然在红街里呀，我自己年事道理没事理，吃做不是心地很光我话头。这叫我怎么不去看他呢？林妹妹啊！我是在哪里呀？二姨，哇，现在你快摸摸我的手指头，你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是在做梦，做梦。哎，宝兄弟，休要无实，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这里坐着，老一位坐在外面。是啊，现在我来问你，刚才床上坐着那个美人儿是谁呀？是姓次的二奶奶，好糊涂，姓次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你，林姑娘你，老爷说是次的是宝姑娘，你怎么问是林姑娘嘞？是宝姑娘。是宝姑娘，宝妞是次的宝姑娘，是宝姑娘呀。宝姑娘，老祖宗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次的宝姑娘。宝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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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姨，宝妞，宝妞，二姨，二姨，二姨。方才我明明与林妹妹认得清，现在还误着她呢？怎么一下子多变了？多变了？这为的是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二姨，老祖宗，顺风桥门做饭的，你如下。二姨，宝妞，林妹妹。我以为八年好事尽孝，为什么月老洗出了红油菜？为什么梅园出马当官？为什么吃酒精杯就来亲宝妞啊！我不是老祖宗家人亲，毛贼贼，官贼我心上宝妞，你听我讲，听我讲啊！林妹妹，你就是七岁三分宝妞，二姨，宝妞，来是归是情长宝妞，你们可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现在你告诉我，你可曾听到她的哭声啊？二姨，宝妞，二姨，你听我说呀，老祖宗。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，我
我要死了！方玉，你怎么样啊？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。林妹妹与我不与你，两个病月是一条根，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，也好让同病相怜心操心。为啥眼内实相见，死了也可张头为老祖宗，我天下万物无数情。妹妹红是谁？老祖宗，医疗我把你医疗发了，你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竟凭得这样，好家伙，心痛啊！老祖宗，你呀！老祖宗，我知道救你们也没有用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哎呀，我找林妹妹去。你妈呀！我找林妹妹去。妈呀！我找林妹妹去。